神空迎天，吞噬阴阳行有法，后行真假变万千。神灵涂炭吞土虫，何来文故我投降？水从天行梦迎地，云外给迎救命送。啊！来杂不敌，你来越多越好。俺用爱漳州的修炼法术，加成爱给投降。哼！好怪才，俺当初现在神隐这个方法修炼，天才材料不睡觉，引起的来源，俺还不是担心在。哦，前面又有人来了，看我转皮神隐here。真心，心中惊怕，气气不定，上多开万一条筋，一心一样爱来归依。前啊，连啊。
发烧，我无奈何，只好先留我去调价借钱。佢上到啊，佢调价唔借我钱就算了，还死死欺人。我也只不过先借着工钱来用听听，想不到调价竟然还不见人情。我了钱也无借到，佢叫佢叫发烧，我也唔知爱用个啥账好啊。你有听过冇？哦，你讲起台湾嘅事情咯？系啊，听讲啊，台湾嘅钱好赚哦，那是答应啊，对方哦会本你一条嘅安咖啡啊，做定哦本因你安心理解去打拼哦，安好啊！系啊，大家注意听来，两摆上山去台湾的人，见过污水沟嘅巨人。读到有关事情，全部就死掉了。记得啊，要记得同啲人嘅亲朋好友，莫再想起台湾安危险嘅事情。我记得哦，我记得讲哦。啊哦，按正人行哦，啊，可安尼行你冇去的啦。错啊，总唔得为了赚钱连命都冇呢。就，别想了，哥。跳下谈到，给台湾钱以后穿，爱去指示还有行前嘅安家费，不过我用命来问，也天老天嘅长天，只是本来难以选择。该地我用办所嘞。天上对家庭的负责老担当，真是帮我修炼感通。天上太人处事，也是善良体贴。好彩我自己的都是有正直，为天上救下意义，有义又天真怪他，俺有心也将没辜负天上的真情对他。只不过有意忽然之间发生，天上讲我要想办法借钱，资金唔为费，也唔知敢有借多钱啊！
好啊，好啊，一春啊，台湾了钱啊，心有啊，痛啊，有啊，也伤啊，悲啊。为那么无爱法，代价了天啊！去沿路唐人讲啊，逼台湾嘅光景真好，前有好穿。毋过唱书妹有规天，不能带了家间。佢片面分神，怎能真心做事？我会勇甲实脏好。唉，已经到府卡，先应去怎讲？天上，你会嘛该小米不点，嘿唔嘿，赚唔到钱啊？秀莲，我有事情想爱让你参详啊。事情到底系嘛该事情啊？秀莲啊，有几个小不能拖，家中千人留不多，但不自己爱心不有能心出都长黑好。来唔知天上你以后，心中盘算来有几多，但我叫你爱也唔想，讲出一通就来送了。秀莲，我心想过叫去台湾，红山过海去对岸，台湾前来思念岳母，我想去赚钱是唔会难。爱唐夫一年爱心照片啊，不跟鬼样是唔好行，最怪声音是海明亮。来奉劝那来我话夫啊，你爱呀疼啊！秀莲啊，你放心啊，我会生意的。为了改善因嘅户口嘅环境，还有啊，为了因嘅友谊设想，我那是么太太老嘅行出去，结出去韭菜了位，岂不是耽误了友谊嘅平情？我再讲，人讲富贵本是险中求，我是希望多赚到钱，本人母子过好日子吧。天上，爱弟，你完全为了爱母子，啊唔过爱功夫睡觉，实在太过危险咯。再讲，你本体也做得存钱啊，我希望你再三考虑呀。秀莲啊，那是个考虑下去，去友谊嘅高手也是伤了身体，我连了存钱嘅机会也无呢。我再讲，此行啊，人讲啊，为本人去俾嘅安家费，到时间若是钱拿到了后，才做得本友谊来看身体，你也唔是个担心佢了。啊唔过，唔好讲啊，唔过咧，那是你莫放心。不去，因为到了妈祖庙的所在，来先去拜拜，顺山门看，来做地去么？对呀。好啦，我按样言，因叫他来去，好吗？嗯。
心，来，你去庙好。嗯。马祖庙，父亲来到庙门前，你来求签。一心愿，自梦出外人平安，不用天晴，小心。期盼。